面膜短，龙转农，国内外的各民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直播间的朋友们，下午好 ！Welcome to 江华，我是瑶福出行组委会成员，本次民族风情才艺展演活动的主持人赵继莲，欢迎大家来到水口镇参加本次活动。亲爱的各民族同胞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江华瑶族潘英，我代表江华人民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江华。农地的有面膜代播，各民族的膜代，龙在热安农，伊在讲话有面潘英。伊代表讲话有面，环海木波头讲话大招，农友海，冷静唱。本次活动的主题是神州瑶都江华瑶族盘湾节，寻根千年民谣古寨，探秘中国爱情小镇。2024年炫彩飞迎瑶湖出行。瑶族寻根之旅旅游季活动，我们希望能够以活动为载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同动会在2002分享建州有都讲话变红之朝。清香面浪东双窟进关罗源，好卖面中出行，一部乐队嘅车大脚，蛋白广告，谈得到爱情小镇带，罗凹罗果。本次活动由中国瑶族文化传承研究中心、湖南省瑶族文化研究学会、江华瑶族自治县瑶族研究学会指导举办，由千年民谣古寨景区、中国爱情小镇、瑶山水城景区、瑶福出行组委会联合举办。那堂动会在都桃中国釉面文化研究中心、湖南釉面文化学会、讲话釉面看公园釉面学会、腾出节本桃清香面廊东双窟中国爱情小镇面中出行热切本国大业。请让我们来介绍参加本次活动的嘉宾及各地区的民族代表。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泰国的瑶族朋友们，欢迎你们！来自老挝的瑶族朋友，欢迎你们！来自越南的瑶族朋友，欢迎你们！那人带头我那到现场的面膜袋唱得很，一部大满家都演下捞。干建台大爷膜袋波，我不演下捞。干建老大爷面膜袋演下捞。干越南大爷有面膜袋演下捞。黄海伯伯冷静。Welcome friends from England， 欢迎来自英国的朋友。Welcome friends from South Africa， 欢迎来自南非的朋友。欢迎来自广东莲南、莲州、莲山、豫园的朋友们。欢迎来自广西南宁、广西桂林、临桂、荔浦、新安、广西来宾、金秀、广西百色、广西龙水的朋友们。欢迎来自贵江从江的朋友们。欢迎来自湖南宁远、芒山、
宜章、知新、南山的朋友们，跟英国大嘅朋友，一下啦。from England, 跟南非大嘅朋友，一下啦。South Africa, 放开我啊！冷静冷静。广东连南诶，莫代亚当坡，连椒诶，连山诶，入园的朋友，一下啦。放开我啊！广泛连南诶，南宁诶，广泛南宁诶，广泛桂林诶。雷炮大爷，新安大爷，广泛大兵诶，减少诶，係咪廣泛白色呢？廣泛用水诶，我大哥，放開我喎，冷靜冷靜，係咪貴州松江诶，我大？湖南泥源呢，一下啦，芒山大爺，宜章大爺，知新嘅，南山嘅，原來放開我喎，係咪雲南河口大爺，西雙版納嘅冇大噃？雲南河口、西雙版納的朋友們在哪裡？放開我喎，冷靜唱唱。歡迎來自雲南文山、河口、廣西百色的金門朋友們，歡迎來自海南、苗族金門朋友們，以及歡迎來自各個地區的各民族朋友們。跟雲南文山大爺要面冇代一下啦，海南大爺苗族朋友一下啦，係咪跟全國各農地黨大爺各民族嘅朋友喎？放開我喎，冷靜冷靜。歡迎你們來到這裡。與我們歡聚一堂，共同度過一個美好的節日。本次活動由湖南湘頭能源江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與贊助，感謝 NUC 瑤族校友團的大力支持。他們是幾位畢業於中央民族大學的優秀瑤族青年。對瑤族文化有着熱愛與支持，他們也希望能夠通過這樣的活動形式，促進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輕人繼續弘揚優秀的民族文化。呢堂動會在湖南湘頭能源出年。要冷靜北京一學動8年，右面東學生東卡停一波，冷靜廣東面見天地公飛風嘅苦盡苦累。感謝廣東瑤漢天地發展有限公司的禮品支持，瑤繡、香囊、掛飾和新瑤風包包。是他們設計製作的瑤族文創產品，以時尚簡約的樣式而深受各年齡階段的女性所喜愛。我們手上的包包就是來自於他們的設計。他們的展位除了我們手上的包包，還有特色風格的服裝、船上用品、茶文化用品，大家可以去他們的展位欣賞哦。你估到，今天有來自世界
各地的民族同胞们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有没有什么精彩的节目呢？当然有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由世界各地的瑶族和苗族同胞带来的精彩节目。这些节目啊，都是我们民间自发组织的哦。哇，那肯定很精彩，我迫不及待的想要欣赏了。朋友们，现场的朋友们，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迎来我们今天下午精彩的表演。今天下午的民族风情才艺展演活动，我们安排了几位老师来做一个评判。我们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评委老师，他们分别是广西来宾市瑶学会会长庞金红，长鼓舞传承人蒋炳莲，瑶学专家郑艳琼，主办单位中国爱情小镇董事长黄亮，主办单位千年民谣鼓寨红冲口村支书郑江涛。因開那場戲，伊會也請了分聲帶走代杯，那當一波講緊一波就海的面啊，讓快來賓嘅右面學我要圍中，變尖縫，包公嘅正面，江濱臉，右面學會，右面。專家講出的鄭彥瓊，本來那會嘅中國愛情小鎮嘅羅仔黃良，同埋本來那會嘅清香面人嘅東松區嘅這首鄭江濤。广东乳源被誉为世界过山窑之乡，乳源的过山窑文化保存较为完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广东韶关乳源东平镇瑶乡组合队带来的瑶族迎客舞。这个舞蹈象征着瑶族人民的热情好客。每一步舞步都充满了对客人的祝福和欢迎。广东乳源，你不讲这一部有名的路标，一部有名的梗来，你不准都注意弄啊！前面那一部就得忙，广东乳源东北有面乡多大嘅有面即开嘅系。施工舞是瑶族在特定的场合中，作为一种需求而跳的舞蹈。今天，我们有幸在这里欣赏到来自广西荔浦的庞瑶同胞为我们带来神秘的施工舞。这个舞蹈以其独特的节奏和动作，展现了瑶族文化中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敬。请大家准备好，一起感受这份神秘与力量。西安係這一部有名做東西嘅江河請調嘅，一部銀河人得到可以望到頭，更快入雷炮共有多大嘅西安係埋清雷炮嘅冇大鑊。
干水里面，三边山啊不再换，里边鲜艳水里面，湖面走进青山，因为北山见困，也就甘露重重地。应该父母秋冬山，也边是为天气，一边是南疆土，三边是稻香山，西边是有蛤蟆湾湖。走马相见为天气，面山溪水天龙王，夜夜天下地门，风度地下面水水，有大地海开地路，三尊天下走天宝。那个花上王毛王祖也对来，就是也有三福，不了天下三为贵，百岁就是最无息，有百种是最无常啊！大家也该带你看，阳光东西两边摆，阳光东西两边转，龙楼北北两边摆，大家也该带你看。阳光东西两边飞，阳光东西两边转，东到北来两边飞，白天就是在我意，要白风是在我看，西南大江三边一。三江江湖一般把那王母红阳照夜色，夜色红阳照路观，路观天香外传，我在海就是那。都在西南东里阳，爱在茶干有两满，你做啥也跟随，做了啥也给中山，山东八水火龙面，知道他的八通。今晚阳间七八八，为了西边多么么啊！查到梦见那天发现，待到他的希望，三日月亮百岁不。八戒给我说话，给我南朝的山路，就走山里白条龙，白条龙会方便，西南老家不好管，前方好管也讲你。后方好放他提下，两方好放叫你家，
跳动不放，左手扬啊，右手不接在我心，右脚放在我旁，右脚路上在左右，应该不我跳动上。掀开你的想法去，慢慢地去想动的，马飞光照两三万，龙虎也是马呀在，长空这行出水空，莫喊你不落空梦。这又叫声，这那声怀美梦啊，不放这后路魂法，不放大路魂大放天下。世界空中有连转，木叶多着那怀疑，怀着真佛把谁杀？年华我马将随在，一段老夫把山才到梦见那仙山边，岁月把灯两海上，阳光冬天混在外，夜公主世界上啊，谁家公主我把我爱南方花有缘，年华公主在世，公主那些要婚姻，父母赚钱那300岁，想要做下半世人，做下花样300番。你敢经过海洋看，海洋看到要相传，太阳它没有连转，你说这些是在怪，恐怕只有2、3山，山上只有土黑了。空想今天太后山啊，本次盘湾节活动所用饮料由东鹏饮料特别赞助，办宴席首选海岛椰汁自然好椰，甲子推逢甲辰岁，今日踏到湖南祖宗地。古时国乱子孙丧，淘寻山头四海游。今是国强民富贵，盘古子孙齐欢欣。今日水口齐相会，携手前程代代欢。盘湾节
是我们瑶族同胞1年1度的节日。到了这一天，人们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云南文山的蓝靛谣带来的《欢度盘玩节》。变红节这一部有名热娘热乱的动节，头นั้น河一部巴中跳戲，鬧熱都很。那些呢一部做也切大望雲南文山藍靛謠多大嘅歡喜嘅變紅節，賣似雲南嘅朋友。话筒啊。
nhột lắm. Nhột lắm. Vô Nam ơi, đôi chàng về thấu sâu đành bé lòng chùa bé mày lòng chùa bé nà nà tiêu nhầm ai mà tôi nè 瑶族人热情好客，瑶族人淳朴自然。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来自广西华江的过山瑶演绎的《瑶家敬酒歌》，通过舞蹈和歌声，表达瑶族人们对客人的尊敬和祝福。让我们在他们的表演中，感受瑶族敬酒文化的深厚内涵。一碗油面好客，红浪爱好丢。一不但旺旺广快发江的油面多大诶，面包更丢中，买青发江的油面没大。
瑶寨是在外漂泊游子思念的故乡，也是世世代代居住的人们最熟悉的地方。接下来，请欣赏由湖南南山过山谣脸骨朵带来的歌曲《让我带你回瑶寨》，用歌声带领我们走进瑶寨，感受瑶族人民的淳朴和热情。面浪是一部演苦命，我讲啊喏，做讲啊喏，耐都难见的表，是一部细细代代。都好事做得到，年代不易，都没好水苦那喏，对不公大，马家要呢更醉，温醉。在经历了大规模的南迁之后，泰国瑶族为了寻找更加肥沃的土地而漂洋过海。随着时间的推移及适应泰国特有的气候条件和社会变迁，他们逐渐调整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这种变化也体现在了日常盛装上。特别是在如今这个时尚日益影响着人们穿衣风格的时代背景下，
泰国瑶族的传统服饰不仅保留了其独特的魅力，还融入了一些现代元素，甚至开始影响到非瑶族群体中的流行趋势。然而，无论外界如何变化，瑶族人那份坚韧不拔、勇于探索的精神始终未曾改变。建台釉面跟中国庙宇别开，经过好大的年根，宁波藏族源远大的用这人，唔买本就是更加多呀。唔管世界分了本，宁波欣赏我的釉面呢，唔系苦唔系难，任何做事嘅用这都买本，因为宁波多大呀，庙宇别开嘅高，不一不忙。马青泰国的朋友们，马青。tình sao về niềm kê na xin nhộn nhà nói ôi tiếp bắt ở chia lô tài cho thế sao lô cho tình câu yêu lỡ dần chuyện thế âu nói chồng âu chàng ông già về thoát sen dùng của nhà tại sáng sáng âu tàu tàng âu chun âu biển câu về chế phun bảo tiền tại âu Quang âu dung khỏa lô châu xin tạo biết giám bài nào mở đào nhã khẩu biểu sáng yun na长鼓舞是瑶族的传统舞蹈，有长鼓、短鼓之分。现在，来自湖南知新的过山瑶同胞将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传统长鼓舞演出，通过舞蹈表现出瑶族人民的生产生活。让我们一同来感受这份活力。釉面工这一波釉面太欧专业大爷。摆在变红做fin嘅之後，貴香貴精嘅江河，賣苦時、農時嘅江河，一部都係包工。人們一部有湖南知新嘅釉面模代多代，你不要落高工。
出世盘王先出世，盘王出世在福陵，福陵立有盘王殿、金銮宝殿、立榜门。这是盘王出世歌的歌词大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广西蓉水的盘瑶同胞们演唱的盘王出世歌，聆听盘王的传奇故事，一同感受盘王的英勇与智慧。出世變紅並出世，變紅出世在福陵，福陵列埋變紅殿，戰亂不定列邦門。埋錢càng phải用水嘅要面冇袋，睇要把那條變紅出世中。Nên hiểu mày con hả? Nên hiểu mày con hả? Yêu miền trên mua tỏa tâm doa nóng yêu bữa sẽ chạy tại chạy quang chả phải sang dùng quê nhé yêu miền biên yêu tại thảo mày bữa con hoa quyền nhé cả toại báo tiêu yêu miền biên hùng cho xảy dung yêu cho xảy hùng
谢谢一面前的转动。